大家好，你知唔知道我哋每日食嘅海鮮啦，甚至海鹽入邊啦，都有可能會藏住微塑膠啦。呢啲會被稱為海中 PM2.5嘅微粒啦，會喺食物鏈入邊不斷累積啦，最終會翻我哋身體入邊啦。為咗處理呢個問題啦，我哋團隊研發咗一套電零淨塑系統啦。佢個鋁箔包住食物棒啦，當陽極。呢個唔單止可以令導電性穩定啦，都個鋁箔會產生穩定嘅作用啦，讓呢個系統更加平啦，同埋可以高效率去除微塑膠。而我哋電凝淨塑系統嘅核心原理主要有兩個啦，分別係凝水同埋氧化。第一個就係物理凝水，當通電之後，鋁箔會釋放鋁離子，而呢啲鋁離子會形成好似網一樣嘅氫氧化鋁水體，將水裡面嘅微塑膠黏成團，然之後浮喺水體嘅表面。第二個就係化學氧化，陽極會產生強氧化物，好似化學剪刀一樣，將啲塑膠長鏈剪斷。最後再將微塑膠分解成二氧化碳同埋水，達到真正嘅無害化。為咗模擬真實嘅海洋環境，我哋針對唔同尺寸嘅 PET 微塑膠進行定量測試。喺測試中，我哋將電流設為50mA，處理時間係10至20分鐘。而有研究指出，海洋中最多而最容易隨住食物鏈進入我哋人體嘅，啱啱好係呢啲幾十毫米等級嘅細尺寸微塑膠。而呢個啱啱好係我哋系統嘅強項。而數據顯示，針對我哋細於63微米嘅高風險微粒，我哋去除率達到67%。同時，我哋為咗模擬複雜嘅水體，我哋將5種唔同微塑膠嘅大細各取20mL 混合，形成一個混合體。而結果顯示，我哋喺呢個系統喺短短10分鐘之內就可以去除大約75% 嘅微粒。喺呢啲客觀嘅數據面前，可以證明我哋呢個裝置可以高效攔截呢啲微塑膠，從源頭大幅減少微塑膠進入我哋日常生活嘅機會。我哋嘅團隊唔單止淨係關注技術啦，更加希望可以守護我哋嘅日常生活。只要可以高效攔截海洋中最具威脅嘅小尺寸微塑膠，就可以從源頭減少微塑膠喺食物鏈進入我哋人體嘅機會。咁相比起傳統嘅貴金屬電極，我哋嘅電凝淨塑系統成本低、更換方便，非常之適合推廣至港口、養殖場同埋污水處理廠啦。咁未來我哋都可以將其同太陽能結合，打造海上無人值守嘅淨水系統啦。咁用低成本科技去減少我哋水中嘅引燃危機，讓純淨嘅海鮮同埋飲水重新回到我哋嘅生活。多謝大家。